广西部分地区最近遭遇了严重的暴雨，导致资江、榕江、古义河上游、洛清江上游等10条河流16个站点出现了超警洪水。其中，资江资源县城河段为20年一遇的大洪水，古义河龙腾县城河段出现接近20年一遇的大洪水。据官方公布，桂林、柳州、梧州等10个市、46个县受灾人口多达105万人，许多村镇被淹，住家农作物损失严重。民众不得不暂时逃离家园。网上视频显示，广西桂林市的许多县镇村发生了严重的内涝，街道边河流1层的房屋